嗱，各位街坊，你哋知唔知究竟依家喺外邊檔嗰度買一條啱自己薪水嘅翡翠手鐲，究竟有幾難呢？因為中間要經過原料商、批發商、零售商，每一個環節都要賺一筆錢嘅，再加上鋪租、裝修、廣告、銷售嘅人工，層層加點，最後就係你哋嚟埋單啦。但係你哋揾到咗我老夫子呢度，就唔使再擔心有呢個問題啦。我哋係2代人經營嘅手鐲加工場，每一條手鐲都係我親自選好、認真做出嚟嘅。而我最大嘅心願呢，就係要令到翡翠手鐲唔再係奢侈品，而係每一個貪靚啲姊妹們都可以輕鬆咁擁有嘅日常首飾。所以你哋日常見到嗰啲價格呢，就係實打實嘅工場價。我淨係收你哋基本嘅原料同埋少少嘅人工費，絕對唔會好似外邊嗰度咁樣獅子開大口咁嘅樣。嗱，你哋完全可以放心咁對比一下，同樣嘅品質、同樣嘅做工、同樣嘅手鐲，外邊賣你過萬嘅，喺我呢度一半價都唔使。嗱，因為我自己呢度就源頭，我跳過晒所有嘅中間嘅環節，直接就可以同你哋。嗱，今日新鮮出爐嘅呢批兩個就已經全部做晒出嚟啦，我哋一齊攞過去欣賞下。嗱，如果想要一隻靚嘅翡翠手鐲啲街坊，依家就嗱嗱臨點我頭像下方服務號藍色字體。